午安。讲师午安。同学请听啊。感谢上天慈悲，感谢师长，感谢师母每位老大人的大大，感谢前人，感谢讲师，还有各位先前的栽培，让同学有这一次的机会在这里做一个新的分享。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菩萨您在想什么，那或许有这1个小时的心得分享，或许是想要延续这个主题，那或许有一些心得在这里面或许会觉得说，刚刚嘉信讲师那提到说，菩萨就像父母亲一样，他奉献出来的是无私的爱，虽然是无私的爱，但是他也会利益众生，也会利益自己。那或许其实在思考说，那如果是以父母的角度来看子女的话，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小孩怎么样？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小孩是不是那个父母跟朋友之间的爱，父母跟夫妻之间的爱是不一样的。像父母的爱是无私，那这无私里面他一定会希望说他的小孩，万一他爱课，万一他爱课，我还是我陪你啊，那得我爱你欢喜。我希望我的小孩一定要得到快乐，这是后学用自己，这是后学的女儿。我每次看到小朋友的笑得很开心，后学真的很开心。那我们会希望说小孩要有快乐的心情，那后学就是希望说，我就一直在思考快乐，那怎么样才能够取得快乐？那所以后学就希望用这个当来延续刚刚菩萨您在想什么？我相信菩萨也是希望我们的芸芸众生，你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得到快乐。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情，我相信当下其实我们是已经在天堂。有很多的经典是这样跟我们讲。那第一个问题，或许就想问，请问你快乐吗？觉得自己很快乐的举手。有苦有乐。那觉得自己不太快乐的举手。有苦有乐。那没有快乐，又不会不快乐，那请问各位的心情是？有苦有乐。有苦有乐。有苦有乐，苦乐参半。所以说不是没有快乐，也不是没有不快乐，其实我们人生就是在酸甜苦辣都有。那或许其实，在很多年前就开始，这个问题已经在或许心里面发酵好几年。或许一直在问自己有快乐吗？那或许问自己快不快乐的时候，或许其实一直在想，那快乐到底是什么？或许就跟嘉信浅显一样，我们需要去定义一下，那快乐是什么？那或许就找了一些资料，或许希望说能够从上面得到一些答案这样。首先，或许找到一个哲学家叫韦伯，韦伯呢，他就是美国第一个出版编辑字典的人。在字典里面，我们都知道，我都不知道的字我们要去查字典。那字典里面就会有它意思的一个说明。那韦伯在美国的第一本字典里面，他给快乐的定义呢，就是享受美好事物之后所发生的一个心理感。这是韦伯给他的定义。那后来，或许又去找到亚里士多德，他是西方的一个哲学家。亚里士多德呢，他说快乐是灵魂的道德活动。那有另外其他的哲学家来解释这个意思。快乐是灵魂的道德活动，换句话说，道德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。那以或许有限的智慧，或许是在思考看他在讲什么。对，或许思考很久，那道德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。那在西方的时候，在那个环境底下，什么才叫做道德生活？或许又变成衍生了更多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一直生出来，会回答不完，或许会思考不完，所以或许又找了一个工具。现在最方便的就是说，我们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，就会问你Google 了吗？所以或许上个 Google 去查了一下 ，Google 的维基百科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快乐。他写的东西很多啦，所以或许就直接把它做一个表格的整理。在维基百科里面，它定义说，快乐它其实是一种感受良好的情绪反应。那
快乐它是一种情绪，悲伤是一种情绪，生气是一种情绪。其实快乐它只不过是在众多情绪里面的其中一种。那这种情绪呢，它是让我们感受良好。这样的定义或许就比较浅白，或许比较听得懂，所以或许就把它拿出来跟各位分享。那什么状况会产生一个快乐的良好的情绪反应？维基百科告诉我们，它的成因是对健康、对安全或对爱情等等诸如此类的满足感。我得到一个满足感，我会快乐。这时候我看到这个满足，或许就想到，或许以前很爱运动，很爱打球。那或许运动完打球完，有时候打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全身发抖，想发了，抖也好，血糖降低。那时候呢，或许只要拿了一个馒头或者是一个面包，一个粽子，无论什么东西，只要能够瞬间填饱的东西，塞到肚子里面去，我瞬间感到非常快乐，因为我有饱足感。我不知道有这种经验的请举手，应该是有，但是没有的话，我们慢慢体会。那或许觉得说这是生理上的一个满足感，就可以让带来快乐。那其实或许最近在思考，那我们心灵上的满足感，甚至我思想上的满足感，是不是可以带给我更多的快乐？那这种满足感是不是只有在生理上面呢？心理上面要如何达到这种满足感？这也是或许近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成因是来自于这个，那它的展现的方式有体就有用嘛那用出来的方式是怎样？通常都是国际语言 smile， 就是微笑。那黄奕也笑了，会嘛？会笑。无论你是大笑，所以那个谢长军教授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一次要3大笑。蔡长军不好意思，他叫我们一次要3大笑，没事就来乱笑一下，然后就笑3下。那或许是一个很硬的人，实在是很难做得到。我有尝试说，是不是就大笑给他笑出来，3声笑出来？那就是没办法，哈哈哈哈，听起来自己都觉得自己很贱。所以或许还是在想办法，我怎么来让自己得到满足感自然的发现。这个或许自己一直在思考。那达成的方式呢？怎么来做？表达方式是笑，那怎么来做？我觉得维基百科给的这2个答案，一个就是积极的工作营销派，可是我对这2个答案有很大的问号。或许之前很积极在工作，我在公司很积极在工作，可是6年下来，我觉得我好累，我好辛苦，不快乐。我认为我自己的以我自己的例子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公司里面我负得起责任，我会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到标准之上。我对得起我的公司，可是我没有觉得我有获得到很大的快乐。那爱的部分当然有，没有很多的爱，夫妻之间的爱，子女之间的爱，这爱的部分，我这个种植的人，我都一定会在这个之间发现快乐。那维基百科呢，在最后呢，它又给了一个定义，给了一段补充它补充说，快乐跟喜乐是不同的。快乐它是可以很短暂，可是喜乐它是可以很长久。然后我就开始思考，那什么样的快乐是长的？那快乐是短的，在我有限的经验里面，或许是在反复这件事。那我们就先看到这边，这边是维基百科或者找到的一个快乐的定义。那不知道跟诸如之类的这些定义是不是跟各位的经验或是有所共鸣？那如果有更好的解释方式或者定义方式，或许非常欢迎可以给或者一些建议。接下来，或许刚刚提到说，它的成因是来自于满足。那或许就针对这个满足，想了很多。吃饭，或者觉得说，我那时候很饿的时候，突然来一碗吃不到饭，或来一碗粽子，来一个粽子，我吃下去当下得到满足感，我的确有得到一些快乐。但是吃饭，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感，它就真的会一直持续。这个因为快乐，我们希望快乐是一阵子，还是一下子，还是一辈子？我们一定会希望我们的快乐是这一辈子。我们应该，那我们希望我们健康是一下子，还是一阵子，还是一辈子？那我们有没有运动一辈子？
大的问题啦。所以我回来这边，我们吃饭得到满足感，我就会快乐嘛。那或者在思考这个问题。那读书，有人说学习是快乐，那读书得到满足感，那就快乐嘛。或者也在思索这个问题，或者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会参考一些现实的状况。或许会发现，或许的小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也很快乐。他都一定要用强迫的方式，赶快，哪有就是你的，赶快吃，哦，他就会一直讲我不要啦，我吃饱了啦，我怎么样？或许在他们的身上看，在吃饭的时候没有。那读书呢，更是，相信各位有经验的会发现，我们的小孩在读书的时候，你认为他读得很快乐的举手？看起来几乎都没有，他是为什么？这应该是很快乐的事，为什么会很快乐？就我的经验，我很饿的时候，我来一碗饭，我来一个粽子，我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在这个时候，在人墙上得到快乐。或许有去思考这些，因为他在吃饭之前已经吃零食，因为他在吃饭之前已经吃了其他东西。那或许会发现，哎，他不是没有从吃上面得到满足感，而是他吃的不是饭，他吃的是零食带来的满足感。这样的或许去定义这个，去解释这个逻辑，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？因为他回来，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，的确就是饿了，但是他第一件事情不是找饭吃，不是找馒头，不是找面包，他是去零食柜翻开看有没有饼干，看有没有巧克力，看有没有科学面。或许有讲在嘛，那当下他吃下去，我相信他有得到满足感，那他应该是棒。这第一点。那读书呢？读书应该是可以让我们这是我们生理的粮食，这应该是我们的心灵粮食。那心灵粮食得到补充，为什么会不快乐？那或许就在想哦，古代啊，在读书的时候有一句成语叫做悬梁刺股，不知道各位对这句话有没有印象？为什么读书要读到悬梁刺股？好痛苦哦！我打谁？我读书，我还要把我的头挂在梁上，我还读到一半，我要刺自己一下。我相信这样子，这个悬梁跟刺股，它应该是不是很舒服的事？可是为什么很快乐？那我们的小孩在学校读书，回来写功课，写得很快，他也是不快乐。或许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所以或许就从饮食上面，或许想到了几个分类，这个也是从其他地方找到，一个叫做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叫主食，那有一种东西叫美食，那有一种东西叫蔬果，那有一种东西叫甜品。或许这样讲哦，主食就像是我们在吃白米饭、淀粉类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当下有需求，因为当下我们血糖偏低，或者我们有饥饿感，这个主食当下可以马上处理掉你饥饿感的问题。或许是这样理解它。那美食的部分，但是这个主食呢，只要它到达我的饱足感，或是到达我一定的满足我的饥饿感之后呢，它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减，也就是说，在吃更多，我并不会得到更多的快乐。可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你换到美食来，换到美食来，有一道香喷喷的菜，宫保鸡丁，或者是一道，或者是再一道很不错的、很下饭的菜，再给你添到主食里面，突然间又可以再多吃一碗，食欲又增加，我又得到一些从我原本已经满足边际效益递减的状态，又往放在身上。那蔬果呢，或者把它定义成，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、帮助我们吸收的一个方式。
甜点呢？有人说甜点是第二个胃，甜点是第二个胃。所以说，即使我吃饱了，我可能这主食我每次吃不下的时候，我再来吃甜点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额外的满足感。这个是因为或者比较没有卖食品，可是我看到我太太看到其他女性朋友看到这些，有很多是这样子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那吃饭可以这样分，那读书呢？读书呢？最近或者看了一本书叫做《阅读者》，那国外之前有一个学者，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如何读一本书》。那他们在这个过程，他也是这个过程，这个作者也是把它分成这样。他第一个叫主食，主食就是能够立即解决我现在需求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坊间有一些书说如何做好人际关系。那我们为什么会去拿这本书？因为人际关系感觉有问题，所以你会去选这本书来看。所以因为你在这个方面有一个饥饿感，你会去寻找他们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好，那如何管理好员工？管理员工的36项手册，什么人会去拿这本书来看？主管，因为他对这个方式东西有需求。可是当他把这技巧学会了，或当他人际关系变好，其实他还需不需要这本书？他不需要，他得到他的满足感跟他的饱足感，不需要。可是那另外一种美食，美食或许把它定义，我在这本书里面定义，他是说这美食在阅读里面，它是算是一种作者对思考或作者对他人生对哲学的一个思考的结晶。这思考的结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，它是很有味道的。比如说刚提到的亚里士多德提的那段话，那段话可能在我们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环境背景里面读起来会有不一样的味道。或许又比喻我们的圣人，比如说孔老夫子他《论语》啊、孟子啊这些经典流传了2000几年下来，2000多年下来，2000多年前更到2000多年后，有没有不同时代的人、不同环境环境背景的人，在读一样的文字、一样的书？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有自己的味道在里面，一直不断的在咀嚼，说当时他是用什么样的心境写出这样的一个话？奥托写的一个书，到现在我们还在看，因为这个呢是思想的结晶，对我们来讲会越看越有味道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随着知识的宽广，我又回头来看又不一样的味道。可是这只是没办法啦，这是阅读的美食。所以这种美食我们会越看越有味，吃下去就会觉得，然后看到有没有吃过？有些美食吃完我们会怀念，会我想到说我去台南就是要吃个什么，我去到高雄就是要吃个什么，我去到哪里就是要吃个什么，你会怀念那个味道。而且这个味道就是每个当时的这些哲学家用他的人生的智慧，用他的人生所累积的思想结晶，经过了时间的风化，它才保存到现今。它值得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回味。那蔬果呢，帮助我们消化。以前的这些文字文言文可能我们不太懂，我们需不需要一些字典？需不需要一些词汇？需不需要一些来帮助我们消化这些美食跟主食？让我们看得懂这些美食，它里面要表达的味道，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去呈现。最后一点就是甜点，有人喜欢看园艺的书，有人喜欢看运动的书，有人喜欢看小说，有人喜欢看漫画。在看的过程当中，他可以得到身心的舒展，不用用那么多脑袋，就跟着作者的语速走，他得到身心灵的抒发。这就是甜点的一个作用。那讲到这里4种，或许想要问，请问我们的小孩在学校看的教科书跟参考书，它属于哪一种？或许时间有限或许直接甜点。请问你有很爱读参考书跟读
教科书嘛。对。或许这不是我讲的啊，或许应该是统计，这是作者讲的。作者说，参考书跟我们的教科书，其实它就叫做维他命，它叫做类固醇。在考试之前呢，再来一本兴奋剂，它把所有的营养浓缩在一起。你可能在公民与社会里面看到，哇，这个知识怎么有天文、有地理、有哲学、有人文，就是握在那本书里面，其实这个就叫什么？我们的公民与道，就是我们的公民与社会。那这个东西像不像我们现今的综合维他命？请问小孩子吃维他命，他会不会感觉到吃到主食的饱足感？他会不会有美食的韵味？他会不会有蔬果的一个什么帮助消化？或许有啦。那他会不会有甜点的那个舒压的感觉？他不再是吃个东西。所以我会发现，吃饭、读书，它应该是可以很快乐。可是我们吃的方法对不对？我们看书的方法对不对？这个方式我觉得很重要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达成的方式，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我们应该是在如何达到快乐要琢磨的地方。这是后学从这两个地方得到的一些启发意识。接下来，或者在讲快乐的时候，不能提到没办法，不能提到一个数据，叫做快乐资料库。我们全世界有一个组织，那个组织目前在荷兰，它目前这个组织后来并到联合国里面去了，联合国每一年都会发表全世界现在最快乐的国家是哪里？之前大家应该有听过，不丹啊，荷兰啊，瑞士。经过这些国家，它目前是在我们排行是全面最快乐的几个国家。除了排行这几个快乐的国家呢，它还会去分析说什么样特质的人会比较快乐。候选人快速的念一下，很好玩，但是这是他们分析的，不是从候选定义的。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快乐，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快乐，结婚的比单身的快乐，有小孩的夫妻没有比没小孩的夫妻快乐。共和党的人比民主党的人快乐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比不参加的快乐，有大学文凭的人比没有的快乐，但是有博士跟硕士学位的只有比大学毕业的还快乐。所以你念到硕士、念到博士，其实不会比你只念大学快乐。通勤上班的路上，人最快乐。赞同的请举手。盲人会比没事干的快乐，有钱的人会比穷人快乐，但是数据显示只有一点点。无论你多富有，对有钱人的快乐顶多也是只有一点点。更何况这个穷人是世界的幸福区，这个包含到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快乐资料库，大家看一下，其实也很好玩。